关注看后生太上宫，有法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看下老后生人大最久了。你是香港人这个季度咧，要有急救的时节来看样片咧，伫两个时代，样片是做唔得某个东西，用样片做嚟讨论音乐、运动、政治、教育，甚至上嘅记录人嘅想法来做的，还有青岛嘅网络嘅意見，梁秋川人講嘅 KOL 會加點樣片來分享家嘅想法、睇些事情。不過呢兩個時代還有 vlogger。到底乜嘅上去 vlogger 咧？今日就請了解後生人啦，大家聽下來分享佢哋嘅 vlogger 想法，正常歡迎。首先，老太太紹介係基本嘅詞台，那個阿志怡嘅白橋，老幾天做咧，冇啊！好啦，大家好，我係後生台上講嘅妙峰嘅擂台組鐘白橋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唔係，你係送山地票啊，白橋擂台組鼓勵拜。我記得會收編劇本嚟哦。好，聽呢集啦，還有設計隊嘅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太學時期就動好翕樣片嘅李剛。第三把手給隊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認真到家，認真到家，我記得聽哦，聽真，還有大塊小鈴鐺，叮咚叮咚。呢啲啊，設計隊阿基賢呢 Hello， 聽眾朋友咧，唔係聽眾朋友，係觀眾朋友。我係哦，本人講要按到一個 vlog 大型嘅機器嚟啦，哦。聽晒啦，設計隊假年。大家好，我嘅 vlog 周千路要做通花嘅假年哦。好，最尾啦，就係阿小鳳。係大家好，大家就有平頭，唔過我係會議集，我千有想法，千有才華，唔過我多嘅網友開始去做嘅小鳳。大家做啲，因為頭擺有看過 blog 嘛，部落格，唔過呢個信息台要當到嘅 vlog 或者 vlog，就是講用樣片 video blog 來記錄一個想法，有兩下就請到個 vlogger 嘛，就講用樣片詞台頭擺文字，用那個樣片來詞台那個相片來記錄一自己嘅想法，因為從啱家講到要當因為用 vlog 來記錄一個比如講想法來教育啊，討論甚至來討論政治，乜做得，唔過呢下開始雖然問題在講。你做vlog 的代表，你係從多個 vlogger 嘛？先問一下杜昂這樣嘅李佳老師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李佳老師的生活。因為李佳老師係佳老師，人家是萊斯老師，我是佳佳老師。哎，好，然後睇下講一下吼，我就係太學時期，韓國1年生嘅時節哦，我就開始來拍樣片咧。嗰時節呢，我去台灣7家來去環島。我說我就講記錄想法，韓國呢用一自拍棒，和7家呢來去拍樣片愛用。不過嗰時有老太家講，嗰時冇愛用自拍棒一啲東西哦。有樣自拍棒係買個 GoPro 啊。你係送做10台年係嘛？冇啦，嗰時節差唔多有10年嘅呢。係嗰時節冇，老太家講，嗰時節嘅自拍棒冇按時行，就給 GoPro 嗰種自拍棒當貴抽嘛。唔過呢，嗰時一開始自拍棒，一下平常時買到啊，差唔多100-200 聽聽啊。但是嗰時節感覺想按7家嚟記錄想法，我就去到廣發雙重嘅位去買嚟7家 T 嘅自拍棒。唔過睇個團款機器自拍棒幾多錢？佢咪當初嘅韓國有590。冇唔錯，唔過我買係要990元。天啊！呀，它99塊就做得買到咧，我嗰時就990。想問一下，這990它是有什麼連線藍牙，還是要有？冇，完全冇。就會一機動簡單。就係一機動簡單。就係從樹枝恐龍嘅東西。989。其實呢代自拍棒我拿本地就做得。好看法咧吼。不過嗰時睇下真係冇看過自拍棒，嗰時我7家去火車環遊台灣嘅時節，睇下有見看下，佢呀什麼應用版哪一支呀自拍棒都在做嘛嘅東西。用徛一棍嘅都做埋緊咯。錯。當然係嘛。正宗怪棍嘅。因為嗰時節我去坐火車嘅時候，係攞一棍然後多給我背那個窗戶這樣子。你這樣很危險。好啦，拍攝不好的示範，錯。我嗰時係算係東南地嘅回憶。所以嘅李家是親奏、雙奏10台就開始用樣片來記錄。我才是始祖，好不好？你係擂台組，你係嘛？你係通山組。你係批主啦，批主。你是唐山組，人家是來，你係都從通山來。你係吳彥祖，安子誰？冇。有被橋段哦。沒有這個部分，嗎？沒有這個部分。不過撒開雖然滿意啦，嗬，而家嘅 vlog 嘅想
法都带老太太小改一下好吗？哦，其實係有到去做一個樣片的啦。目前有兩個系列咯，兩個系列一個有很多顯版禮路，那我一個有很多一個顯外指引，就是一個係禮語嘅，那我一個係講一個客家話，就是這個諧音的，像係一個朱克倫一條歌叫莫希朵嘛，就把這個莫希朵把它變成客家話莫希朵啊，韓國你沒有帶到記憶卡莫希朵啊，都可以很輕鬆的來學客家話嘛，錯，唔過吼。我一個出片的一個頻率啦，就像個無菜單料理區用啊，水等心情呢，在上市抽變成肉嘛，該是豬嘛，就差不多一樣的意思。古時候吼，去應徵啊，接就講，看我一個剪樣片哦，明明就像我剪一個重片的啦。唔過用嚟剪，都剪個閃身沒有個異構片。哎，我們說給大家就會異構片聽聽，有一個異構片拿出了6年哦，哎，你還蠻看到個正片，漫威都已經快要完結篇了，還蠻看到幾天的個正片啦。我像陳奕迅做咧改名，改做陳富堅。哎呦，你一片嘛，個時間可以出來講下好嗎？這個定價3千元啦，好嘛？我千山萬來去做啦，好冇？係，不過剛剛既然講到一劇本嘅部分吼，我知道有陣時間拍片嘅時間，迄講一開始呢先上，因為拍乜嘅話吼，其實會大送動作時間，因為說拍一個vlog吼，其實就係單純嘅記錄成法，係較自然啲嘅，韓國咩唔會大送時間。嘅阿應徵，給你幾格咧？其實我就會從條案嚟講給人啦，就係我一開始拍樣片，其實就會俾到投入，嗰種我冇辦法就係記錄成法按簡單聽聽，我就喜歡拍嗰種比種講我嘅音樂，唔過地方係有主題性嘅，同大家來紹介乜嘅產品啊，係同大家來紹介乜嘅事情啊，韓國咧最早拍嘅就係旅遊嘅樣片，唔過旅遊影片啊嘅變動性很大，嗰種我就會事先先來想好，因為他要我要紹介乜嘅風向，他要我講下嘅故事，我先咩後來，因為我就尷尬是翕啊，背面咧，我剪接嘅時間就像機器嚟講喎，只能剪30秒，太台咧啊！吼，嗰種係每一集嘅樣片就一用型哦，動畫是做好做滿，啊，能夠銜接啦，加上那個音樂啦，因為搞掉英文故事啊，啊，大部分嘅時間就係拍嗰種俾黑人來紹介嘅種所謂業配型嘅影片，假裝接業配啦，輕用型啦。但是冇夾按鈕。不過對我來講，因為佢夾唔多，呢個上到唔拉個，冇啦，唔講係做講按你卡唔好嘅素材，就冇辦法吼，就像個神法按自由自裁，我會拍樣片給發嚟，就聽出會走勢嘅感覺，所以我的出片速度就是比較稍微沒這麼快速啦。拍攝吼太趕，我會盡量趕快。不是拍攝，因為冇人看啊。你講係張比例，又唔按呢？哈，唔過家就講到，你看想講，你嘛會現象劇本嘛，因為就做按用性，你有時候會覺得說，天哪，你這出片速度沒關係，怎麼樣都有人比你慢。目前有利用嘅哦，係顯轉拜託，給利用嘅都清舊以前，旋轉地球30秒。壓迫過審之前就看過。給假人來講下，我嘅音樂嘅假人成法好冇？冇錯，我大部分咧就係音樂成法，還有音樂做勢嘅記錄。比如講，因為我有教嘅跳舞嘛，嘅舞蹈唔係當到 MV 咩，因為我同學做通發，嗰時候我就啲綠氣條天。翕下跳舞一下，再搞自家來做通發。但剛剛有看到關鍵關鍵是綠 key， 綠 key 慢點不卡會有綠 key， 會有綠背板，讓你搞它。你還要自己去 key， 係去綠 key， 還是牆壁就上固啊？係自家咩嘅啦，錯。還有我要教彈鋼琴有冇？我就會記錄按用班教動鋼琴彈鋼琴，再過嚟講一支 MV， 向下跳舞同音樂按嚟合向下變做一支。我去當做 MV 來做呢。佢準做做啊，希望人跳舞都冇人做啦。係真嘅，你準做係金鐘獎係冇？金鐘獎會播係冇？上芒大片啦，好，但你沒有來播出，不會跟我們後上台上講來搶金鐘獎啊。汪小鳳玩意咧嗬，你係每日齊唱，我冇看到你拼圖嘅，你到底上嚟做乜嘅？咱講，我喺正經愛做吼，絕對人人家冇強用，咁乜嘅出身呢？戲劇學院出身呢，基本要社會啥？本大喺太上公有三啥？唔過戲劇學院學生啊，學乜嘅東西點啊？你從細就練舞啊，從細就練功啊，銅皮鐵骨，一定要學嘅跳神壇啦，開火茶啦，胸口碎大石，那窮嘅。
动个后连改啦。请问一下，你这时间酱油了这东西，我就问你家酱油，咁要好呀。你本人胸口碎大师吗？学长他自己自学的，MD 也可以实反正就是看起到嗰種東西，佢偏人做唔來啊，佢就戲劇好見嘅學生咧，要才跳破案嘅東西，我喺真件愛做咩吼，佢絕對大條名嘅。给你下做到那片呢？然後先等我。喊你这个请杀头啦，胸口碎大石。已經先殺條啦，还没注册账號等我較抽到嘅吼，佢面相較好看，眼手看吼，眼嘅色馬順吼，看得到冇？眼就看眼色馬順，看得到冇？看得到啦。不過你下成門睇就因為看按到睇在做 vlog 嘛，因為見賢思齊嘛，因為都有看到有動好嘅 vlogger 嘅時間，因為對種嘅想講，可能我咪做啲參考。你下成門睇就講，你最中意嘅 vlogger 係嘛啥？把 cam 來講。好，我都分享一下，因為譬如講我吼，自家標準按個嘅，按4分按要拍窗嘅人吼，聽錯對講咧，講重點。聽錯對種吼，讓人差唔多嘅水準嘅人啦。譬如講吼，你下最流行係講人啊，起得。起得嘛，起得，他就擴震動，柯震東、柯震東啊，吼，佢用啥非常嘅一衝突哦，大擺了人嘅了個翕嘅 vlog 嘅時節咯，都自然唔會假。他們因為我知道有時嘅內容係動態嘅重疊啊，他們有時候就會翕那個動平常嘅事情啊，唔講我去動喜歡來看，所以我覺得一衝突吼唔會假係動重要嘅事情。冇唔錯，那觀眾朋友們想看，你看妙如風嘅樣片按到 vlogger 按到，你都帶中意哪一種，還有哪一種主題，係你看到就想去了解徹對無愛看嘅樣片，等下再來繼續嚟下向下來分享了。你完全係超過一個，我覺得你們也太做作了吧？就會知道某兄愛看暗影的那一邊啊。所以該平頭按到嘛該。可能是高低兄弟吧，MD 啦。假使嚟做真件我拍，我嘅影影跟住就會有主題，比如講認真嘅影影就唔好看咩？假使你係兩這假使才嘅啊，因為我嘅影影就按嚟啊，如果你想看那假使。非常嘅音樂。哎呦！把片嘅影影。歡迎大家都轉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因為加入問過大家自家最好嘅那一種嘅vlog 嘅類型，也係講自家最中意有對象嘅 vlogger 嘛，你下就請一言，既然吼你有嘅主題係小嘅旅行嘅，咁你聽錯有對象旅行類型嘅 vlogger。有，我有親好看一個很多《龍龍歷險記》。我知道應該應該當當有對象嘅 YouTube。係，因為個勇士啊，我係對個國家非常嘅有興趣，就係北朝鮮啦，人講嘅北韓嘛。啊，看嚟就去過嗰啲樣片，我咪想去一個神秘嘅國家。後來我咪有報一個團咯，去我咪想去翕一個樣片吼。結果咧，用我弟弟出發嘅前1個禮拜，同弟講啊，一個北朝鮮啊軍方喺度演習，故說冇辦法，俾人哋冇比。啊，後來就轉團，轉到佢用喺一個中國佬啊北朝鮮的一個街山重拍山嘅片來去旅遊。啊，故說還是說，哦，好啦，我咪有留一個神秘的國度與一個見面，第一次的見面，遠端的見面，吃到一歡喜吼。啊，後來我就咪有看咧啊《龍龍歷險記》動作嘅樣片啊，像喺哦幾千厲害嘅咧，邦交國嘅計劃，邦交國計劃，邦交國你是想看啊？平常時慢人會想去。就慢人會想去啊，講慢人會去到嗰啲地方去。你說唔係啊，像我想去霹靂啊。我哋去嘅時咧，充滿史瓦蒂尼啦，有冇？係呢個咧，較平常時草比人哋就親難多嘅地方啦。韓國嘅交通真見佢盤機啊、拜嘅比人哋真有辦法多嘅嘛。我坐飛機然後跳傘。冇按嗰種嘅啦，吼。冇機衝嘅。像係有乜嘅印尼嘅生源操啦，哦，韓國哦，佢係有嘅一古巴，咩係清爽嘅去。美國66號公路下就會內列吼，哇！看嚟過去真件係非常佩服佢，嗰種係做講，嗌咩？其實嗌偶像啦，嗌後擺就想去停佢，咁樣按嚟來做。不過真緊啊，講到幾個樣片外出，我講吼，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下輩子還看不看得到。你倆聲音看得到嗎？不過你下家講到是，你有中意嘅 vlogger，不過你寫吼。
唔係你所有東西你係中意，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。哦，就像個哈密瓜空。嘿，有人喜歡，有人不喜歡，因為它有個哈味。不過有啲 vlogger 呢，因為遲到呢種主題，你翕嚟多啲本馬沙看，本嚟大家來講下，來分享下，你最冇中意呢種主題，哪一種類型你係講，一打開就種留佢切體起嘅主題。像我七間吼，我出東電影，然後出迄挑戰系列，然後我咩上映系列。韓國的有條迄男女朋友吼，聽我講，我條個愛情關係嘛嘅啊，我就想講，你按從個樣片，你看出來以後，到底關我什麼事？我就唔知，故說我東電影然後按用嘅那啲啦。你看做乜解？嘿，我1小時就會推薦啦，不過我冇真係冇看出啦。你唔看佢條按你咩沙來咩沙希望你咩沙，古時候你錯講當故事，你喊埋做啲咩沙？好。因為我知道嘅咩上映嘅那啲吼，我知道動到就會寫好嘅個人啲嘛，完全都安排好。佢完全都冇吃言啊，可能有啲係懂吃言，男女朋友給他驚喜，我吃都做得。不過有場是佢完全係超過一個，我覺得你們也太做作了吧，就會吃到某些會看愛用嘅那啲啦。所以該片頭按到嘛該？可能是高低兄弟吧，我唔知啦。你一前唔到嘅啦，你一前唔到，你係白 cam 講嘅哦，冇強讓吼。不過正經本白 cam 你來講，你最冇中意嘅主題，假設我要做 vlogger， 我假設翕種兩片，你看到就想要幫我退追的。好，假設你嘅主題去做乜嘅學東西啊，開箱嘅主題，我切這樣嘅切對唔會。所以你嘛唔會看吃播，唔會。ASMR 呀種咧，吃播咯，開箱嘅結合起來後，真經做唔得。不過尤其係學較貴嘅東西，硬買唔起嘅東西，你做得咯。不過有啲嘅 YouTuber 咯，vlogger 佢開箱嘅東西係乜嘅？譬如講全聯布丁。我咪做得，我唔知道。有啲係新口味啊，每次都做得先快一點。你看嘛，你喜東你順紅嘅全聯是看到，你看是賣皮的。我喜歡人提雷啊，我不想踩地雷啊。唔講你看幾時冇可能係入皮啊，係嘛？結果自己人說自己的話，好啦，所以佢做嘛嘅那種開箱嘅樣片、學東西嘅樣片，絕對唔可以看嘅。韓國佢因為我寫了一劇本嘅細節咯，我就有收到手機記得有通知，講今日有主題我上片啦，我那麼嘅熱夜狗農菜，一日狗奴啦。媽個一日狗奴看啲用班佬給我寫信啊，你媽佬給我威脅啊，冇成日看曾子瑜 IG 去做的啦，你當你冇看那個東西嗎？所以建議吼，大家想來看一日狗奴系列做的對象，RGE 嘅 IG 是看得到。RGE 嘅 IG 哦，點自己有 IG。好啲嘅冇對象。好啦，不過吼，大家每問係我做乜嘅？我因為看到幾多嘅樣片，睇到收到幾多嘅通知吼，其實吼幾多咪按到乜嘅兄弟啦吼，做乜嘅對象咧？因為我探查敵情啊，唔係真正重視幾多啦。嘅前兩家是還有一隻蒙蛇啦，你完全講出來，不過你老拍上音尊重聽音，佢可能不把你當對手來看啊。給阿印證來講下，你自己看到，你會想講。但到底有賣好看嘛？其實我本身就會因為所講，拍樣片你就會照規矩啦，有一個吼劇本，漳州的翕到好看。我最鬧佢嗰種冇主題性，韓國來拍我嘅音樂，種假人嘅我嘅音樂，你做到好看啊！假人嘅真勁動好看，而係我唱卡拉 OK， 係我做拍。最大嘅賣點係乜嘅？我同大家講，有看到一剎。30人色嘅人，4點就紅蟲，高到衝60人色嘅人喎，我看佢嘅樣片就咁樣。你老講韓語都冇咁樣，因為60人色唔會高到幾按摩汗。冇係，年輕。你睇老幾是唔是點總個懂冇？真勁嘅，又要做胖，又要講假樣片，又要跳舞，又要亂起跳跳，還要彈鋼琴。係啊，嗰時候佢嘅動好看，我真係有啲較唔好看嘅嗰種。我看唔出嚟佢到底想表達乜嘅，好見朋友咧，走走香腸抽牙齒，然後開始挖粽就挖嚟半點鐘，冇挖嚟半夜。
班语就啲嚟把仲好嘅，你來去就係了，然後去教西完，結果底部翕嘅全部就係宜蘭市嘅傳堂，我就想講礁溪在哪裡？看到我是啊，我係咪想去就係了？啊，看起佢嘅樣片係真件無好當然好當時嘅，假使係說真件我拍我嘅影片，跟住就有主題，比如講。印證嘅影片就唔好看咩？你假使你係兩你就恭喜他，恭喜他。這要是猜嘅啊，因為那個影片就按你啊。如果你想看，那假使隋唐嘅音樂，哎呦，八天嘅影片，你家主動時嘅影片。俺知道做這，看你家用班腦東西住在嘅。你不要看一下最壓嘅時間，他有毒死嗎？你還有活着嗎？嗰種假使咧，你不是名人的話，就冇會泡。韓國就會聽一講，就你有主漩渦名題人做對泡沫啊！你閉嘴！我兄弟名人也沒做對啦。走對。啊，唔過假使咧，你可以一般你就印證嗌就好了，嗌就會請一個主題，比如講同阿婆去遊樂園了，可能佢坐嘅雲霄飛車，80人歲坐睇骨頭會散體。拜託，冇，你阿婆會嚇死。先不要，萬不好呢。但係嚟啲遊樂園嘅時間，喺阿婆超危去坐嘅雲霄飛車，我同阿婆講，80人歲做唔得坐，因為人嘅孫嘅唔敢坐。我講正經啊，個假呢，吼，真的是我們菜場吼 ，vlog 拍到最多又最暫地哦，還要做很多同化嘅嘢。老太太講啦，老太太分享，人家孫太有冇做過嘅嘢吼，假使佢根本正經來做，你有什麼建議不俾？其實最簡單嘅就係捱嘅影片啦，因為放長嘅時間，手機打開嚟就做得了樣咧啊，唔過有個問題，因為捱嘅影片同配嘅影片都有可能同上場，大家看起來就同無聊。迄個唔捱，迄個捱愛拍捱嘅影片，捱聽錯有上好，愛翕物嘅，聽錯有上好，愛做物嘅事情。固定下大綱過後呢，你就會做得溜到動神奇嘅事情，比如講捱美媽捱老邊喺吹到未？故意激怒他，下手有溜到，哦，係啊，像捱爸爸做氣功有冇？佢就動到神奇你來就做在翕，然後我把熊打，係做神，然後我沒熊嘛，那東西。我做人唔會蛋較好看。佢係打唔一樣嘅啦。主題愛上好，就要動到動神奇，冇想到嘅事情會溜落去。真正專業的啦。還有，雖然只有30秒，不過還係愛問你，你做得讓他手計啦，用嚟到性角絲，想嚟來做，你做得建議咧。其實睇下迄個像我做，係說限做做嘅開箱嘅內列有冇？像開箱有本機啊裝哦，像迄下嘅全年布丁的不要，全年布丁冇，講彩妝嘅啦，我細妹會畫妝嘅，細奶畫妝嘅動作對嘛吼，韓國遐個3C 嘅，吼3C 科技嘅遐講嘅，啲講阿總顧嘅呢個主持咩有都會follow嘛吼，嗰還有像迄下個出戲了嘅，一個飯店嘅民宿嘅一個房間嘅開箱啊，各式各樣嘅動作嘅開箱，翕起嚟其實都係一種嘅主題啦。咁所以，所以講大家可以去現車嘅時間做在醫藥方面來去做現車，其實會較好。韓國啦，有一個重點，現做將會贏。喺個模組嘅你就將會上聽啊，你就先來翕嘅過後，這樣看下邊有什麼留言，有冇嘅觀眾30秒出來啦。只是咩生產生沒有嘛？哦，沒有醫生沒有啊？喂，好啦，所以看下邊留言用版型，這樣嚟慢慢嚟做改進。冇錯，嘅亞洲朋友好多嘛，見呢兩個。係啊，有好多嘅，不過今日哋遐全部推實行嘅，遐最實行嘅係乜嘅？假使我拍片，我拍遐最實行嘅，50公分，我就一上一行出來，準備動刀山夫，係規身我就當場拖到存一條大夫嘅。冇人愛看，拜託，我會檢舉黃標。我同個問題就會講，你不是有6塊？拜託你不要註冊賬號。你邊他只有細毛嘅拍，冇細拉嘅。不會，拜託你不是王冠宏，中間的。其實也冇聽錯，乜有人好捱嚟看嘅哦，空你好食皮竹用嘅人啊，就吃到幾口呢，不會中的。不過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想要做 YouTuber，呀這種 Vlogger，你都假拉貨，你都公器，都帶樣板準備樣板鏡頭來，等下再來繼續留下聽下來分享了。其實你們唔是大宋姐，你們家貨按多，當神生了，你是冇必嘅。
公道冲掉呢。没错，根本也非常赞同，非常认同王小凤讲的这两句话。本日最中肯，那是差不多下听到差不多72G 哈是走。 72有点太低了。72那个格子这么大，72变马赛克，今天不可能你那个骗的呀。你都还有在深夜骗呢。欢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加大家公共就按到嘛，這條會做好加拉貨先準備好。那加拉貨冇準備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呢種東西冇嘅翕嘅東西，冇嘅加拉貨，用班翕出好相片、好樣片嘅，你家老大家分享啊。你知道要翕那個 vlog 以前要先準備誒乜嘅？ 當然係好嘅入邊嘅東西都重要啦，吼。就像我自家就會用手機，哎呀 ，iPhone 嘅手機，韓國上海就，我知道最難嘅係去剪片嘅時間。你翕東西其實當嘅人應該蠻翕到走地啦，不過剪片係當燒腦的事情。故說我自家就會用當懶人方法，就係底部度嘅手機底部度當個 app 嘅剪輯嘅東西嘛，吼。推薦大家有嘢就係 GoPro 底部度嘅剪輯軟體叫做 Quick。 嘿，一啲東西都好用。哦，一陣見動風片，係咪係用嘅得落去，你做兩邊都一個樣片。因為佢底部度出有當到嘅音樂啊，韓國當到嘅效果。模板係模板模組。錯。韓國人嘅手機嘅相片，聽說可以開成 live 版本嘅。係，嗰種你全部點入去嘅時間，後佢相片、樣片啊，佢設計就會照點樣片。然後你丟起來。嘿，丟起來，即係佢會照點音樂嘅節奏，然後你按個丟起來就變做當完整嘅 vlog。真嘅懶人救星 ，Quick 推薦給大家。錯。好像在業配，我看機器呢，你去按到加拉貨本睇看一下好唔好？好。有呀，用種基本上啦，睇下一個翕一個樣片吼，我推薦講一個GoPro 7以上嘅版本，呢個以上嘅版本嘅很多平衡啊，又係講它唔會晃動，嘅畫面係較平衡，平衡，它其實出到 T10 台嘅啦，T10 台嘅行下厲害，嘅前面係有熒幕嘅啦吼，呢個嘢係非常方便。再來一個就係講，我哋數控嘅一個360圖嘅一個翕嘅一個樣片咧。一個東西吼，不過今日想喺老太家示範呢哦，一個東西有很多子彈時間，係最近翕起來嘅時候，像一個自彈空樣嘅嘛，對順風緊定啊，你示範一下俾大家看哦，先從最後佢錄起來先看下吼，好來咯。開始。哦耶，哦耶麼？大家就你後上台上講，向下台上係厲害哦，你係來去跌咯，聲音我本來大度哈。好，你係數存下講。像開槍一樣。哦，開始，哎，我講乜嘅？後上台上講。好嘞。今日樣片吼，迄個有翕出來嘅時候，將提供俾你個電視來做播放。我看黑聲音。我見做啊，這個一拿啲錄控不嚇到人。哎呦係吼，一做翕嘅鐵樹嘅，像人嘅有像是天樣啦，嘛嗰種嘅感覺。畫面它冇空用啦，韓國因為佢係360嘛，有接一個很多隱形自拍感啊，就變咗翕嘅出來像係嗰種偽空拍機嘅效果。應該冇按到錢啦，買唔起嘅呢個嘅空拍機。其實你們唔是大送錢，因為你家貨按到當神仙咧，你是冇必要。公道衝掉呢。沒錯，根本也非常贊同，非常認同王小鳳講嘅這兩句話。本日最中肯，本日最中肯。你給閃身沒有？個按到加拉貨係做乜嘅？冇啊，就係有身沒有地方，很多上司冇聽錯過用得到咩？上司可能係黑聲嘅上司，嘅把劍來講一下。其實佢都講到千夫挺複雜咧。因為你翕東西有最簡單是日記嘅手機就是做底咧嘛，像你一下 iPhone 哦，非常的發達啊，譬如講佢畫質喺做咧調哦，佢水果喺做咧用到翕天然嗰種標準，嘿，真係非常的高。不過假設你其他會剪啊，唔是昂高啊，因為該那個平台咧，動麻煩啊，容量平台，你是差不多下聽到差不多72G哈是做，72有點太低了。72那個格子這麼大，72變馬賽克。
跟不可能唔俾乜嘅骗你啊！你都不爱用嘅深夜片呢，还是太假？是帮你是以下啦，是做的啦。我啱咪推薦一下大家吼，假使呢度戶外啊，呢度室內嗰翕吼，係完全冇強種。譬如講戶外啊，你做啲賣嘅嗰種嘅穩定器啊嘅穩定器啦，吼，你嘅手哦，唔會讓挺痛啊，所以我覺得比較好。如果電動又上去哦，該下齒這樣嘅挺痛，我覺得比較有正式嘅感覺啦，沒有啦，比較有 vlog 的感覺。假使呢度室內啊，你都賣嘅就那種鎂光燈啦，因為染嗰種，你木做嘅地背圖，喊住這個染嘅片，啊，凍好款呢，你半夜面哦發光哦，凍好款，好像光嘅這種很聰明。哎，好像有那種聖光加持的感覺嘞。講到林管圈，台在唔地平常時有加林管圈的加的直播賬號嘛？你打白色看到，它真的是那個鎂光燈，可能是比較簡易版，每次都看到它的陰影在臉上，都已經講，不過僅給台在的時候來看，我們今天應該要叫冠軍來，那個黃兆峰來的斗呆走嘛？沒有。如果我有看過佢嘅直播，我一般係發現到佢鎂光燈大多嘛幹點嘛，佢人中不見了。所以老台在講吼，就是雖然準備教到佛，不過徐崇老師嘿，你要怎麼讓它呈現出來？你下在問題在講，哎，你翕來都讓片水講的事情，拄到嘛個是因為東雕給阿應整。其實睇起來就提到講，我大擺出去拍樣片，全部就係因為愛做勢。啊，有一擺咧，我合作嘅公司咧，就請我來，愛籌備行機，做起一個上分嘅素材來翕。啊，唔過你經費啊，全部按到咩？嗰種我就一上去聽，後我就啲嚟請，我去那片翕。啊，像平常時間，你做節目當然就會有樣式，就會同聽數。我就單唱一上聽啦。呢度一本一個畫面看起來較多年較精彩啦，因為全部就我嘅面太安尼就唔好看咩，所以我看到我安尼吼，講嘅身材啦，所以呢，佢甘心嘅，太監唔甘心啦。好啦，嗰時候我就會將一個數機嘅，我就用一紮數機嘅聽，我就會用到一個滷筍風，好，啊，我嘅人就會照啲豔嘅素材，好，安尼若無其事的走過去。啊，唔講唔啲一紮數機嘅，韓國係另個嘅數機嘅哦，用到滷筍風。大家就會第一想，哎呦，乜人嘅數機咧？想把它撿走。冇錯，我就硬行。有上次你不用說給片是要拍那個走開的畫面，會不會還有冇有人對着你嘅？冇錯，還有一擺啊，我咧同佢用到一個滷筍風，好，人就走咧，我就準備要開始行路啊，安尼行啊過去，結果咧就有一位先生，吼，認真認同好，懂得行，佢就拿低我嘅數機嘅，對着我，數機嘅，冇錯，嗰種係做講一上演出去拍樣片嘅時間，就一點係最辛苦，韓國因為數機有上時天時太黏啦，天時太寒啦，哈，就會影響到哈手機少爺的心情，佢就會咩生，佢就做唔得翕咧，一啲就會捱遲到拍樣片嘅時間最定然後嘅素材。有上是真嘅，唔係講你看到，我看到按到樣片按精彩，其實個後背吼親定人強，親定人腦嘅素材，咩親到來理解老開下講下，就係講翕樣片嘅最強，我覺得這個事情所有翕樣片嘅最強獨到嘅事情。冇錯，當然就檔案唔見體啦，草蜢伊按辛苦翕當到嘅相片，按到嘅樣片，結果真嘅有上是係唔頂用版呢，數據底部對樣片，格式錯誤，你完全找不到你好嘅辦法嘿，因為有一擺我出去嚟韓國去了吼，其實我拍當到嘅樣片哦，咩拍當到嘅相片哦，係攞嘅韓國嘅歐巴用版唔掂嘛，用版。你喺嗰個客家話懂歐巴啦，哇，像歐巴就這個那個，就攞去講下來，好心呀，韓國發聽然後當到嘅樣片唔掂嘛，唔過結果轉到台灣嘅時間，咩唔知發生乜嘅事情呢？格式錯誤，得所有嘅相片樣片全部都冇。記憶卡冇帶到。嘿，記憶卡冇帶到，韓國唔係啦，係記憶卡就發現格式化。因為嗰時節係數據冇按好，我們是外接記憶卡啲嘛，有上時嘅記憶卡就唔頂用嘅吼，就快貼嚟按。行喺嘅韓國嘅歐巴冇想同翕相，翕睇講要搞格式化，冇啦，原來係咁嘅。你講呢？你即個翕樣片係最鬧拄到乜嘅情況？我有擺事前去樣旁哦，去錄樣搞太監用完做核心運動，我要做一個平板支撐案咧。結果我樣其實冇天咧，唔講哪有帶屁用天詞，不用落去過後，行開冇天，冇錯咧，我就14分鐘過後，格格就換另外一隻動作，我翕
8點鐘。那可能自己先有腹肌啊，安尼。连他腹肌都长得核很。心运动8點鐘。哎呀，就做一下啊，加一份天子啊，再过来做一下。又是我的一天了哎。因為捱嘅一年8點鐘咧。因為白鉗來講下，最講那翕相片拄到那3種情況。來，因為聽到咧，所以喺貼片度寫版了吼，本大家看一下。第一名哦，就係深度畫面，其實我理解嘅講係差唔多意思，嘅畫面就係當檔案啦吼。因為要相信佢外邊翕東西啊，就係單機來翕相啊，來攝影嘛，家下應證明就講到，都是藝人作業嘛。假使你翕到轉翕嘅需要，你要開始整理檔案嘅需要，發現，哎呦！你認真要翕到，結果冇呢，用個啥咧？廢態咧！你兩團哦，貴價相片可能是做我們在用咧。那第二名來看一下，冇想愛做貼後，就係講動暗戲，因為而家相片一翕咗以後，聽說會剪過，咁咪好看嘛。剪過他們老，他會上埋個特效，他會上字幕，他會音效，乒乒乓乓，都麻煩啦。所以哦，因為聽說青島叫動好嘅貼後事，因為剪片是聽說咪對佢動好，這樣平面機會走停。第三名像古嘅啊，前本機啊，挺貴嘅。第三名看一下就係實現了溝通清楚，因為有相時哦，因為講業配哈，啊，個業配的地配圖哈，個廠商很雞。那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那個啦哈，非常的難搞啊，所以哈，我老給講清楚，因為有的有廠商哦會跟你講說，哦，因為翕個 vlog，你會發個分鏡表，分埋個鏡表啊，那全部係即興創作，他就買個分鏡表，韓國咧，佢看到相片以後，基本上修咋個來修就長來長去啊，那修到你根本冇想過翕埋東西，所以有人知道你要真正非常着急，假使你真正為撈喺廠商合作而簽合約，不過大家真正冇買倆問題啦，因為要有流量，講咗在講業配哦。嘿，冇錯。嘅意思是講，嘅當有流量。你的五十收禮，是就挨有倆問題啦。好，謝謝，好，沒關係，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幫你退追，看你怎麼辦。好，看你用改善。退追蹤哦。所有嘅觀眾朋友們注意下，家堂都按到辛苦嘅後背情況，唔敢上來繼續拍樣片。你一本人拍樣片，我通哪種主題來拍咧？等下再來繼續來向下來分享了。希望你不要再做30秒啊！至少先進鋪變做3分鐘，3分鐘，韓白看到樣片係3分鐘哦。冇3分鐘，我會取消訂閱，取消追蹤 ，yes，會封鎖。好。我上班850哦，沒走得啦吼。這個話要叫做阿伯啊，叫做叔叔叫做出拳，係理解只不要叫做細阿哥嘅出拳。嘅呢個屌你啦！你走吧，嘅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嘅節目現場，上一團有問過大家，你知道嘅翕相片做一個 vlogger 有最辛苦、最艱苦嘅後背素材啲那一輩。不過我咪知道講，因為家庭啲下相片懂事係嘛，大家可能見到 vlogger、見到 YouTuber 過後，你就想講，你下嘅行業，亦講你下嘅背景，記得我冇接觸過嘅東西，我咪做得來做看下嚟。不過你下本大家嚟talk，假使有一個新嘅環境、新嘅冇咁樣嘅條路，你想去做哪一度嘅 vlogger，想去做哪一種嘅 vlogger 嚟嘅呢個？像我去講，我知道做 vlog 嘅發行，你聽出來當多時間。故說我哋以前嘅期間吼，較多時間，我就可能嘅3分鐘客家話，3分鐘學客語按用，就當短嘅時間就做當好當多簡單嘅客家話。唔過我唔會唱嘅高低兄弟吼，按情緒勒索啦。唔過啲人太細王吼，我係愛老大家講一下吼，聽出嚟要記得訂閱一下佳佳老師嘅頻道哦吼。唔過我呢，我知道有3分鐘客家話，主題也以外呢，我咪希望我未來做啲破動作，像我自家同學出國旅行啊，人講去客山嘅啊，一條較成發動作呢啲嘅一條嘅 vlog 嘅本大家看。首先對於嚟講，就講短啊，有啲受計做得接嘅受計咧講客家文化，一講客家本題在來地來認識。韓國我知道，因為按樣嘅方式吼，因為從一波嘅留言後，就看到很多國外的客家人，佢哋會過來留言講，哦，我咩係客家人誒，我就用按樣嘅方式來請各國嘅客家人，我覺得是一件還蠻有意義的事情啦。按樣嘅連接，我知道懂分析。啊，之前咧吼。
佢行愛做30秒嘅內練冇？我kyung用嘅技術啊，冇啦，係啊，kyung用技術，唔講我係有新嘅想法吼。因為對於一種科技嘅產品，韓國係對一個品牌哦非常嘅熱衷啊，就係那個諾乜嘅亞嘅吼誒，其實咩頭擺出嚟動作，對，佢出嚟動作嘅智障型手機嘛，咩頭擺嘅手機龍頭啊，對佢非常嘅有嗰種情感。咁所以就講，梗係未來想來開一種復古手機開箱，錯，啊，如果嚟用頭擺而用嘅係那一種嘅大哥大，我頭擺而用大哥大嗰種，我係用嚟對下嘅復古嘅綠茶嘅，不過係奧多拜，又係講嗰種西潮嗰種，講嗰種英倫風啦，又係嗰種，你看嘅天樣有冇？嘅很多乜嘅玩命關頭底位嗰種，哇，復古美式老車，還有福爾摩斯式嘅嗰種，係錯，你用會按引導按後開，我就想V 來想嚟去按嚟嘅，嚟經驗嚟嘅下一步嘅目標啦。一捱會看嘅，之後也係有嘢鉗嚟嘅。係冇錯，因為像我平常時咩有到聽嘅啲到嘅YouTuber，就講佢會收幾種程度嘅茶嘅時間，因為你平常當然買唔起嘛，因為你會買唔起，然後會來看，係冇？跟一台茶我就可以活一輩子，拜託，我還可能活3輩子都還買不起這台車。韓國人收幾收嘅復古嘅東西，我覺得很重要，因為下些年可能唔係條擺東西上用嘅，係就有按用嘅這種東西。所以從你看到阿婆給你買，已經圈粉了啦。哎，幫他訂閱。對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再做30秒啊，至少先進鋪變做3分鐘，3分鐘，韓白看到樣片係3分鐘哦，冇3分鐘我會取消訂閱，取消追蹤 ，yes sir，會封鎖，好，再來撒下來是門台在講，因為台在咧下動又因係表演嘛，又因係做目前因，又因係在背後做自己的企劃，第二種誒算是某方面的演藝人員，某方面演藝人才。第一種我用辦法讓嘅共透露，用辦法讓嘅工作來結合咧 vlog， 開始愛做緊嘢，開始愛做緊嘢。其實我目標動態唔點哦，故說多啲蠻快是做，因為我知道嗬，你客家族群啊要團結，點啊？你當然會 follow 我們，你看要這麼好看傳統戲曲嘅，客家舞台劇。係嘛？還有做啲彈嘅傳統族嘅山歌，係流行歌嘅，還有加要講嘅全世界，萬哪個地方就有台灣嘅客家人。美國咩有啊？休斯頓同鄉會啊，泰國嘅度咩有客家同鄉會啊？嗰種人，你做啲做樣片，最後嚟一條各個族群嘅粉絲啊，攞佢吸拍起來，以後所有客家所有嘅發通，做啲啲當歌廣告。安尼就所有嘅客家嘅族群就會啲。那這個講，你做得同白 cam 合作呢，叫很多博簽說，你就很多發福利，你就是發福利，趙風畫狐狸，黑人啊都福利太閒啦，用嚟啦。你現在知道阿鳳八個吼，佢嘅想法就都唱嘅鬧熱大擂台嘅 Vlog 嘅版本呢，就都有唱。做日本歌手啊、演員啊，人哋全部就來啊。睇下強下來唱歌啊、做戲啊，咪做得。係啊，等到做太以後，我就都得攞幾條數錢，係差唔多就是廣告。係啊，我記家下前幾日講到只重點，唔係錢啊，係作品。因為對人來講，嗬，作品真係非常要緊。我本每一個廠商啊，每一個冇得講人啲啦，係本陪他看到自家啦，所以我知道安樣嘅風氣真緊動好，作品很重要。然後所有嘅客家粉絲吸拍起來，網絡無國界啦，因為就在全世界都在。不過還有一個 vlog 嘅重點，即係講他要表現自我，表現最緊嘅自家。平常是4代下唔係演講木頭前。就可能拍阿總顧到衰幕啊，這個就不用了。譬如講，我喺白camp講啊，我哋拼圖嗬，唔單止係協嘅主持啊，當佢到舞台當嘅融合，還有到4代哈。比如說我私底下我怎麼化妝的，我還有用咩嘅妝髮的，然後我怎麼跟廠商對稿，怎麼樣接談企劃。其實動又神奇，動又힘頭。因為當然對那個讓人想講，佢到底4代哈，他會吃什麼？哇，他也會吃麵啊！佢咩會是人哋客家炒肉啊？他是人，全部嚟都演啊，冇嘢冇解通。我就按用嘢感覺，所以我也覺得說，按用佢慢慢唔錯啦，我就覺得說，走給少改掉這種人，佢4代哈容上可能會吸引更多的觀眾。跟認真，因為用版型老人嘅工作，老人嘅投入，然後 vlog 結合。
其实俺本身嘅品头很多引针豆浆啊，豆浆要用炸师，其实就会一个谐音啦，就会有些话音。嘿，唔係啦，係豆漿啦。嗰個俺亞下啲咧做動豆，就會同大家來分享，比如講你家家會看到後生是什麼意思，其實就會很有上癮，因為對很多聽不懂客家話的人來說，佢哋唔了解。嗰時候俺嘅品頭大部分就會做按你嘅事情，跟亞下咧還有一個很多引針豆奶，就會應針豆奶，同大家來分享旅遊嘅事情。就會用客家話啦，然後結合神話戲來雕腔，下面嚟做到唔單止會雕起客家人嘅心，最重要會來分享出去，所以就感覺像是一個中間的橋梁。啱啱自己本身有做舞台劇啦、主持啦，然後同大家來分享我的幕後生活。不過底部都是我就會搞掉為這種客語諧音，就會來分享一下應整愛自己，也是這種靠諧音來練習客家話的人。那你可以來拍我嘅，哎，上官發福臨哦，沒走得啦吼，這個話。有叫做阿伯啊，叫做叔叔，叫做出拳。你家即擺有叫做細阿哥嘅出拳，你話你係屌你啦！一早我要整通我嘅 fans 咯，我嘅 fans 全部都係演到嘅細阿哥，講嘅細阿妹好嘛？可能考齡挑年經驗咩有啦？考齡挑年經咩有啦？不過我剛才談到，我覺得這樣很有創意，又到創意嘅所在，你以後可以開早餐店系列，所有嘅早餐嘅飲料都是你的一個系列。沒錯，豆漿跟豆奶就做得請來了業配哦。好，這個就先不用了哈。啊，因為我們今天的 vlog 大師，好 vlogger Master Vlog Guru 嚟問你起到啦，對於嚟講用百姓撈透露，讓這樣嘅生法，讓這樣 vlog 結合。其實呢，我嘅興趣呢就係賺錢。故所呢？應該現透撈幾久了？係啊，我係中華醫養老院嘅呢，你用㗎，同我賺錢。最貴嘅。係冇錯，故所我藝學嘅做胖啊、彈鋼琴、跳舞，其實唔係愛賺點閱率，其實呢，佢係藝行銷嘅一個步驟，細細嘅步驟。大家看啲樣片，比如講做胖，看嘢同學生好嘛？佢大下呢就有藝嘅網址，看你個要點落去，再過來買藝嘅胖，安尼真係藝嘅目標，係賺錢嘅目標，唔係愛。唔過大家咩做嚟來看啊？用從先挑。係冇錯。彈鋼琴嘅須知，下面也有網址，那賣鋼琴。做就會按呢，就是教鋼琴課按呢，看睇過後就點落嚟，冇錯。唔錯，因為我吃到像橄欖啊，它就雖然是用一種比較生活化、用生法的方式，可是你如看的時候就不會想要撈佢切聽，因為佢真的是多才多藝，因為乜解唔想讓佢講好嗎？你真懂厲害。董兄們，因為你做嘛事情就一定有連結，好。那你那個撐8小時，我連結嘛，該了。就可以運動啊，還有運動課，你弟嗎？你有買運動課？有做核心。你這樣子就掉入他的陷阱裡了。但你做線上呢，一定係懂事嘅呢。好，冇問題，你你轉去就攞去買口罩，買你看基本佢要賣出一套口罩，不會賺錢啊。中計了，還有真的中計。不過咧，觀眾朋友咪做得上一下，你家庭樣片來分享自己嘅想法，討論知識是了解東西行嘅潮流，天天西行用半徑，天天西行。下禮拜同樣時間，我哋繼續來收看我哋嘅後生太上宮，用太上宮，講完了，拜拜。國天的國，天氣的天，國天的國，你在動操哦。